帶韓國老公嚟咗香港咁多次，第一次俾佢感覺到原來香港可以咁 chill，原來香港有啲咁隱世嘅酒店，一打開呢個270度嘅窗就會俾一片海景同埋山景包圍住。其實呢度係我大學嘅回憶之地，數碼港。數碼港出名好闊落，泊車又方便，人煙又冇咁稠密，一行出去呢，就係一片海同埋草地，非常寫意。所以今次同彩彩翻嚟香港呢，就入住咗數碼港嘅艾美酒店，唔單止喺睡房見到海景，入到嚟呢個超靚嘅純白色雲石廁所，打開廁所嘅窗簾，超大塊玻璃，外面都係一片海景，夠晒明亮同埋透光。果然係2022年翻新過嘅酒店，佢床頭兩邊都有齊 USB 叉電，最方便嘅係佢哋用淨水機代替膠樽水，夠環保又乾淨。同小朋友嚟住嘅話，佢哋會幫你準備好晒一系列嘅親子設施。彩彩一入到嚟咧，就即刻捐咗入呢個帳篷嗰度玩啦。但可能你會覺得數碼港有咩好食啊？就咁喺酒店入面已經有齊晒中式、日式、西式3間餐廳同埋一個吧。一落機就嚟到南方呢度飲翻碗靚湯，仲有陳師傅煮嘅招牌菜芝麻雞同埋桂花脆梨粥。佢哋知彩彩生日咧，仲準備咗個壽包俾佢，勁搞笑。第二晚就嚟咗佢哋地下大堂嗰間好有氣氛嘅日式居酒屋，每個菜式都做得好精緻，仲係好記得個海膽真係好新鮮同埋好好食。帶朋友嚟慶祝生日都好有儀式感。但如果你仲係覺得選擇唔夠嘅話，喺酒店呢度行出嚟，直接連住咗隔離嗰個商場，有超多餐廳啊、屈臣氏啊、cafe 啊、戲院。咁啱中秋節呢，我哋仲可以見到呢個畫面添。同埋數碼港聽到好似好遠，但其實我哋一落機搭機場快線嚟到香港站，一出嚟唔使搭 lift， 行去呢個位就有酒店 shuttle， 從酒店15分鐘就可以嚟到中環嘅核心地帶。想揾日放慢腳步，遠離煩囂，帶小朋友嚟 staycation 享受下呢個世外桃源嘅話，就記得 book 乜定佢啦。